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掀开启应文35篇。启应文35篇。启应文35篇，我来刻，请大家来印。今仔恁喙焦的，就来就近水。也无钱的，恁就来买来食。来啊，毋免银，毋免价钱。来买酒甲啉。恁啥事开会钱，买迄个袂食得的面。啥事着我伫迄个袂互人食饱的啊。恁着留心听我，就会食迄个好面。得着享受优异，互心欢喜。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困的时求叫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换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变行赦免。耶和华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你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恁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因为亲像雨甲雪对天降落，也无阁倒转。就是论得土地，互地州发家结实。互野种的有种子。互食的有美牛。我的喙所讲出的话，也要安尼，决断无空空倒转来我遮。是要成我所欢喜的，要互我所找伊做的事得到亨通。恁出去要欢欢喜喜。得到因带平平安安。大山小山要伫恁的面前出欢喜，出声唱歌。田野的树木拢要打手。青白发生来替草刺。公念树发生来替日节个。这是要做耶和华的名的纪念。做永远的证据，袂会剪除。同心来祈祷。感谢创造天地万物，赐阮性命的主宰。你引带阮每一个人满心欢喜，对无相款的所在来到圣殿，阮要诚心来敬拜学罗你。时间咧过真紧。有真侪代志伫即中间咧发生，有欢喜快乐，嘛有忧伤痛苦。阮所敬听的赵玲玲姐，甲林氏院上受理的选调，煞了世间的事，阮真毋甘，心艰苦。但是嘛要尊主做大，将一切交互主来带领。主咧要亲自安慰因的亲人的心，也要减轻阮悲伤的心。天父上帝，阮一生拢要交互你管理，愿你掌权看顾。感谢主，你就拯救阮的灵魂，互阮有永生的愿望。
感谢主，赐了灵粮，互阮活伫你的引带中。感谢主，因为有你的同在，互阮有信心面对过来的每一天。求主洁净阮，互阮的过犯失错，拢得到你的赦免。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过，互阮咧行踏，甲所得到的恩典拢相款，水无比。天父上帝，你赐阮水会早起，无论透风落雨，也是出日，天父上帝，这拢是你美好的旨意。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互阮的心神愿主来拍开。阮要详细听你要互阮的教示，你的教示要入伫阮的心，也要感动阮每一个人。阮将姊妹牧师甲今早起的信息勉励拢交托互你，互阮的心仰望伫你的面前，愿伫敬拜中间，主你的名得到上大的荣耀，阮的心神得到上丰富的满足。将一切颂赞归乎听阮的主，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圣歌队要带咱来学乐，学乐的诗歌是《我的主，我爱你》。
耶稣值得咱学乐，主耶稣值得咱尊重，主耶稣，我爱你，愿爱你。咱来看今早起的经节，请咱掀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12章，咱要为第1节看到第6节。以赛亚书12章，我来读，请咱详细来听。到迄日，你要讲，耶和华啊，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捌受气我，但你的受气已经煞，你也安慰我。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伊也诚做救我的。你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邦中，讲起伊的名已经受尊最悬。恁着唱歌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所行的是真显赫。愿即个代志遍传伫天下。锡安徛起的百姓啊，恁着出大欢喜的声，因为以色列的圣个伫恁的中间最大。愿听上帝的话，搁信伊的，拢得到上帝的祝福。讲道牧师的题目是救恩的水泉，救恩的水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赏赐救恩的水泉，互阮啉了袂阁喙干。恳求主你信心今仔日帮助阮所有的人，拢会当伫主你的救恩的内面，主阮会当重新得到讨棒，阮的性命重新得到满足。阮安尼祈祷仰望，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对太空第一主日。警醒、毋忘，到太空第2主日，为主备办道路。今仔日是太空第3主日，要来宣告救恩的欢喜。对第1主日、第2主日、第3主日到现在，咱看到一条救恩的道路愈来愈明显，也愈来愈开阔。伫黑暗中的真光。也渐渐显明出来。咱对点第1支的蜡烛，第2支到第3支，真光哪来哪显明。这段经文是先知以赛亚得到上帝启示了后所写的一首诗歌。伫以赛亚的迄个时代，北国以色列迄当阵，上帝子民分做北国、南国。北国以色列迄当阵，互亚述这个国家才走灭无偌久。南国犹大呢，也而且皮皮喘，因为亚述这个国家走灭北国了后，因着对南国犹大虎视眈眈呐。总是伫迄当阵，南国犹大一位真互上帝看做是好的君王乌西亚，伫迄当阵拄过身。这个代志对南国犹大遐的以色列百姓来讲，实在是真惊吓的代志。阮所仰望，阮敬听，阮一直伫军地的这个君王死去，哇！一声要安怎？伫即种随时会发生战争，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先知以赛亚伊写了即首诗歌。今仔日经文第1节、第2节，咱会当看旧报后壁面遐讲，到迄时伊要讲，耶和华，我要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捌受气我，但你的受气已经煞，你也安慰我。看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气力，是我的诗歌，伊也诚做救我的。咱就当想象一下，亲像真诶也有毋忘的信息。以赛亚伫迄当阵会讲出即款的话，其实
其实对以赛亚来讲，是伊即种话吼，伊原本也讲袂出嘴的。原本以赛亚会讲袂出嘴的，安怎来讲咧？因为伫迄个国家社会非常动荡的时候，以赛亚伊对国家的未来安怎要发展，伊定定也伫群众的内面发表家己的意见。伊对家己的看法，对家己所表达的、所讨论的，伊感觉真满意。伊对家己的想法也真有信心。伊感觉伊讲的就对啊，就是安尼啦。咱的国家吼就应该安怎搁安怎。总是遮尔多的想法，也无法度带互伊对未来有活泼的愿望。遮尔多的伊的想法，也无法度带互伊真正的欢喜快乐。总是咱小想一下，咱若有印象，当上帝神临到以赛亚的时阵，当上帝呼召以赛亚的时阵，伊讲啥物？伊讲害啦，我袂忘啦，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佮踮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伊雄雄真醒过来，伊互上帝神讲一个醒过来。伊感受到讲，哇！伊真正讲啊遐长篇大论，对国家未来安怎发展，佮安怎。伊发现，当上帝神临到伊的时阵，伊发现伊所讲的遐一切，不过是满足伊个人的需要尔。那毋是上帝神感动以赛亚，伊个人是绝对无法度伫即种的警方的下面写即首诗歌。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伊是绝对无法度写出遮尔有愿望的话。伊知影上帝真正捌受气伊，总是伊知影上帝受气已经煞，因为上帝神临到伊。伊知影上帝眷顾伊，毋但眷顾伊，也眷顾伊的国家。对安尼，伊得到安慰。所以，伊才会当讲上帝啊，看上帝是拯救我的，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一位要服侍上帝、为主做见证、为主陪伴道路的人，若是无法度互上帝的神来感动，无亲像以赛亚安尼受改变，悔改归向上帝，是绝对无法度承受搁较大的使命。也绝对无法度经历充满这个愿望的欢喜。伫约翰福音第4章有记载一位大家拢真熟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人。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是一位欲求不满啊，逐工拢在找空找芳，想要将家己内心的迄个空虚填好满的一个人。其实咱即马现在嘛有的，咱逐时代拢有啦。咱现今嘛有侪人，逐工安尼浑浑噩噩，无有无飘，规工毋是啉烧酒，就是跋筊。像最近迄个世足赛啊，在卡达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那个运彩哦，那个彩券就侪人就爱研究迄个彩券，研究到正事都不做，一工价嘛在研究。爱填啥物号码，还是安怎要选倒一队，安怎搁安怎？股票市场嘛是安尼啊，毋是讲买股票毋好，总是有的人规工拢在研究迄，正事不做，每天汲汲营营的想从股票市场捞一笔。咱若有遮侪时间在移股票，无输建议啦，咱逐礼拜。社区银发族好厝边足无用的，你会当来几工啊？你会当来几工来服侍，来做事工？有的人规工毋是做这，就是宴乐、拍电动，迄才是西瓜逛扫名牌，一些名牌包包啊、潮牌啊，迄才是有的人就是专门敲电话四过去讲八卦。有一天，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人趁中昼世界无人的时阵去水井遐的抢水，拄好伊碰到耶稣，耶稣就主动和伊讲话。
伫迄个过程，耶稣甲你提醒讲，啉即个井的水的人，游玩阁会喙焦，腰会喙焦。毋过，若是啉我所想赐予伊的活水的，就绝对袂阁喙焦。耶稣的意思是，你若是只有想要靠赖家己的方式，规工上空上芳来满足家己的欲望，就算讲你伫表面上外表看起来拢行路有风，敢若拢真顺遂、真快乐、逍遥自在，到尾也绝对拢是空空。伫耶稣和这位负心人对话中间，咱知影，耶稣将这位负心人一边所做遐个代志，遐个风花雪月的日子，拢讲出来。耶稣无一项毋知啊！这位负心人一念伊，当耶稣安尼讲出来的时阵，讲负心人啊，你平素是，互我知影你是安怎个安怎的人。当耶稣安尼讲的时阵，这位负心人你念伊就将已经呛好水的迄个水盘放落，直直走去城内为耶稣做见证。伊见证耶稣就是得要来实行拯救的弥赛亚。这位撒玛利亚的负心人，雄变一个人咧。伊雄变一个人，迄个井的水对伊来讲，原本对伊来讲是遮尔啊重要。以前细日努力抢水了后的遐个水，总是一念伊就从遐个放下地去传福音。伊的转变是因为耶稣，因为当耶稣将伊平素所做的代志拢讲出来，互伊听的时阵，伊就知影。这位负心人知影啥物？伊对安尼知，耶稣确实知影伊是啥物款的人，总是耶稣知影伊是啥物款的人，有缘要接纳伊即种人。耶稣无走闪避伊，耶稣主动和伊讲话。所以这位负心人，伊毋免阁为着闪避众人的眼光，选择伫透中道去取水。伊随时伊逐时刻拢会当去。伊也毋免阁自欺欺人，打肿脸充胖子。因为耶稣认捌伊，阁应允要互伊绝对袂阁喙焦的活水。伊知影耶稣知伊真正的需要是啥物。这位负心人知影，耶稣知影伊的需要，也知意伊真正的需要。圣神伫伊的内面做工，伊规个人得到完全的改变。过去迄个乱七八糟的遐个生活，无过是伊的中心甲倚靠。对迄点，伊要独倚靠耶稣，独注目耶稣，伊要为着耶稣来活。咱平常时生活的重心是啥物？咱想看觅咧，咱平常时生活的重心是啥物？咱是要比啥物人较有成就吗？有一句话讲，人比人安怎？气死人啊！迄就是讲，咱要比啥物人会包迄个骹蠓较有名吗？人比人气死人。果然是要到了发年终奖金的时候了，啊是咱要比啥物人会摕年终奖金较多？啊是一句啦，人比人气死人。啊是要比倒一个囡仔较优秀，也是人比人气死人。那真正要比起来吼，咱比规工拢比袂了，拢算袂了。咱问家己，对伫咱现在的生活，有啥物代志会互咱感觉见笑，恶伫开喙？迄就是讲，一讲到啥物代志，就大受气。即使咱无法度注目伫耶稣，定定三心两意，想空想芳，明明知影应该着安怎做，却一直无法度彻底来改变。明明知影就应该照安尼来，照起工安尼做。明明就知影爱读经祈祷，
明明就知影爱顺服，明明就知影爱放手，互主去处理，因为主是咱有性命的主权在伫主嘛。明明知影，总是咱碰到代志的时阵，还是会摇掣。逐工游玩只有用世界的物件甲价值观，想要将家己的空虚来填补满，然后咱就互家己看起来拢无烦无恼，看起来事事顺心如意。结果也一定是愈填愈空虚，因为遐个心就甲骄傲，只不过是啉了，阁会喙干，会尖水，并毋是外水。伫咱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当咱感觉野生生气的时阵，咱敢有感受到耶稣的安慰？当咱感觉事事顺心满意，咱敢有确信主耶和华是咱的快乐？当咱受到攻击、指责的时，咱敢有确信上帝是咱的倚靠甲拯救？兄弟姊妹，咱的内心是毋是有真正的平安哦？耶稣拢知影啦。咱心头到底是在想啥？咱是毋是有深深倚靠耶稣？耶稣拢知，耶稣拢知影。问题是，咱敢有看到伊当徛伫咱的井的边啊？咱在抢水的时阵，咱敢有看到耶稣徛伫边啊？当耶稣要对咱来讲话的时阵，咱敢有想要和耶稣来讲一个话咧？咱是毋是有想要停止咱抢水的迄个动作、迄个想法，小停一下，甲耶稣讲一个话咧？还是一直下死命在抢水，一直在抢？有缘想要用家己的方式来满足家己的需要。当上帝的神临到以赛亚的时阵，拄则讲，以赛亚伊做了180度的改变，伊无阁注目迄个充满危机的国际的局势，毋是讲伊无阁关心迄个国际的局势，是伊深深体会啦。伊深深体会，会当主宰这规个大局的是万军的耶和华。只有主耶和华才会当掌权，并毋是以赛亚想讲，并毋是伊家己的想法甲意见。只有万军的耶和华会当拯救伊甲伊的国家脱离迄个互人感觉惊吓不安的局势。所以伊讲，因为只有万军的耶和华会当救伊脱离迄种无愿望的讨论。伊就讲，今仔日第20节，伊才讲，上帝是拯救我的，我要倚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今仔日是大港第3主日，所代表的人物是玛利亚。当天使玛利亚传福音、传好消息，讲你要怀孕生囝，你要甲伊号名叫做耶稣。这款的信息对玛利亚来讲是好消息吗？这款的信息对当时的玛利亚来讲，实在是一件真歹的消息。伊就还袂过门咧，就安尼来怀孕。玛利亚的后头厝无遐尼好业，玛利亚无会当替伊赞成世的后头厝，伊所会当倚靠的，就是伊还袂带伊入门的未婚夫约瑟。毋过约瑟敢会接纳已经怀孕的负心人，而且对约瑟来讲，玛利亚腹肚内的囝还是父不详的，老爸是甚物人，阁毋知咧。今仔日我毋知大家有看，台港这牧师有摆这个这个图画，这画面其实是有故事的。3楼的弟兄姐妹可能看得比较清楚。玛利亚接受天使
甲伊报讲，你要怀孕，你要甲即个囝号名叫耶稣。然后伫即个过程，约瑟有无？咱看到约瑟背对着玛利亚，约瑟在想啥？圣经内面有记载，约瑟想要甲伊烧掉啦。拜托的，还袂娶过门，你甲我怀孕是啥物？是啥物意思？这是啥物情形安尼？玛利亚就算讲啊有喙无烂，约瑟也无法度点头同意讲，好啦，我就安尼甲你娶一门啦。其实，咱会当推算，当天使玛利亚报这个好消息的时阵，玛利亚的心头已经闪过各种的想法，遐个想法已经互伊感觉足惊吓的，哪会即个代志？毋过，当信心临到伊，玛利亚也转变，伊无过是正惊吓软弱的迄个负心人，伊变做刚强壮大也满有信心。伊放下伊心头所有的拍算甲操烦，独独注目耶稣，独独注目这个救恩。所以，伊才会当对天使讲：“我是主的女婢，愿意照你的话成就伫我的身上。”兄弟姊妹，这世界有侪侪代志，拢在破坏咱甲上帝的关系，互咱无法度注目伫伊的救恩，互咱对上帝的疼产生犹豫，一直想讲是安怎上帝互我拄着这个代志，总是会当。将咱对遐个黑暗的深坑救出来，只有耶稣啊！只有耶稣。耶稣并不是我们所有选项当中的其中一项，是只有耶稣，是只有耶稣。咱会当挖口的只有耶稣，会当互咱啉了就永远袂阁喙焦的活水。只有耶稣。使徒保罗伫罗马人书第8章遐有讲，使徒保罗讲，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还是将来的，是权是深，还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过断，咱伫上帝的疼。顶主日下晡，牧师甲咱的长老临时到伫中兴病院，为着爱丁执事的大家来行洗礼。爱丁执事的大家95岁，已经失智足侪年啊！咱知影要照顾一位失智的长辈，实在是真无简单。伫伊做新妇遮侪年，到伫伊的大家失智的即个过程，爱丁执事伊受尽侪的委屈，总是会当互伊继续服侍伊大家的，会当互伊不断调整家己的，只有耶稣，因为伊深知耶稣是伊的气力，是伊的诗歌，是伊的拯救。是遐尼长、遐尼真艰苦，却无法度讲出嘴的日子，伊犹原有找机会，伊的大家来传福音。前一站前2-3礼拜，伊的大家雄安尼昏迷，突然就昏迷送去病院，生命垂危。对伫伊的大家还未受洗这项代志，爱丁伊感觉有真大的遗憾。伊为着伊大家的灵魂，毋知会去倒落，伊真忧伤，也祈祷。感谢上帝怜悯，爱丁的大家伫昏迷几若天了后，雄醒过来，不是回光返照那一种，伊就雄醒过来，精神起来，会食会啉，伊也真坚定。因为我有叫爱丁执事去问，讲你的大家要受洗礼无？伊也真坚定，愿意接受洗礼。所以当主日的一早起，牧师接到这个好消息，下晡就随时
带咱的小会员、咱的长老，咱着和看护约一个时间，因为咱知影即摆要入去病院，毋是遐尔简单，吼。所以呢，甲看护约一个时间，看护将爱丁大家塞出来，用轮椅塞出来，塞较外口一个空间。阮就做一个去病院的迄个空间，约好伫遐。咱就前往病院，替伊行洗礼，互伊归入主的名。亲像今仔日第30、第40的经文讲，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抢水。伫迄时，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报扬伫万邦中，讲起伊的名的已经受尊最悬。如果爱丁得事伫平常时，只有看重，只有注目伫伊所受的委屈。如果爱丁即事，伊平常时只有看重伊所受的委屈，伊只有看到伊的大家遮尔啊无理取闹。如果爱丁即事无伫平常时对救恩的水泉来抢水，现在，莫讲伊的大家会得救，恐惊连伊家己啊，就已经早着孤单无望望啊。总是伊愿意独仰望耶稣，伊愿意回应耶稣伫伊性命所要成的救恩，伊愿意轻看伊所承受遐的创伤甲痛苦，伊愿意接着信心顺服上帝所让予伊的环境，咱才会当伫列邦中报扬上帝作为，宣告耶稣基督大欢喜的救恩。顶礼拜下晡，当咱在甲爱丁的大家行洗礼的时阵，在场所有的人啊，所有的人，包括咱的义嘅牧师、为长老，咱讲男儿有泪不轻弹吼。总是咱在场所有的人拢流目屎，咱深深受到感动，欢喜流目屎。阮伫遐分享，敢若无有一摆某米人受洗，咱安尼全部的人拢安尼感动流目屎。因为咱看到上帝作为是遮尔啊奇妙，伫阮的面头前，即位在伫人来看，一点仔拢无果水的人，实在是一点仔拢无果水。总是伫上帝眼中，却看做是宝贝。在伫咱的面头前，从来在人面前从来都不肯示弱的人，伊伫上帝的面前，就亲像一个囡仔安尼，真单纯，阁真坚定来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伊的主。当牧师甲伊问的时阵，伊直点头，讲好，我相信，我知，我相信。我相信，进前爱丁即书在服侍伊的时阵，伊一定讲啊，卖啦，啥物拢无爱啦。咱都知影，2岁的小孩都很惹人讨厌，就是什么都不要，都是唱反调就对啊。总是伊毋是安尼，但信心临到伊，互伊解句换心的时阵，伊就亲像一个囡仔，真单纯、坚定来相信，承认耶稣基督是伊的主。咱的爱丁即事遮尔侪年来，遮尔侪年哦，我看不止10-20年了。伊做人幸福30年应该也有了。遮尔侪年来，缀伫伊心头一个遮尔大地的石头，就安尼，互上帝来讲喙，伊的心对上帝救恩得到真大的安慰。今仔日经文第50、第60则讲，恁着唱歌学乐耶和华，因为伊所行的真显赫。愿这的代志遍传伫天下，锡安徛起的百姓，恁着出大欢喜的声，因为以色列的圣的伫恁的中间最大。咱要传扬耶和华的救恩，
就必须大声放下，放下家己久长以来所挖苦的遐个太怎样啉拢会喙焦的井水。咱要传扬耶和华的救恩，就必须将家己的眼光转向耶稣，伫基督的内面去像伊永远袂喙焦的活水。愿咱的喜乐甲愿望是对这救恩的水泉，愿咱会当将这个能量永远拢袂喙焦的水泉遍传伫万邦，为主做见证，宣告救恩的欢喜。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为阮所备办救恩遐尼广阔，超过阮所会当想象。所以有时啊，阮会对你的作为会产生犹豫，因为阮家己的罪受袂许，互家己的骄傲自尊拖得行。总是主，阮感谢你，你有赦免的恩。你阁旨意要救赎阮，脱离遐尼大的黑暗的侵淹。主，你安怎去找迄只失迷的羊，就共款照安尼，也将阮找倒转，倒伫你的羊巢。为着这个，阮献上阮的感谢，也愿信心帮助阮，拢行无意爱，伫你救恩的水泉来抢水，互阮永远拢袂阁喙焦。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掀开信诗463首，信诗463首，羊99倒地平安，信诗463首，请咱起立。你可有条无路？
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请同欢来侍奉。请起立。请坐。这时，咱要为几项事来祈祷，请咱为咱的机体，现在咧调养的陈金子、刘慧英、陈王楠、林双耀、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陈丽水、吴怡梅、陈秀荣、杜娇、郭道朴、张昭明，以及特别为陈美芝、林以诺、黄建茹、陈义丽以及陈义君因来祈祷。咱也为着即马伫咧福建的陈昭明、汪世军、陈慧忠、石玲玲的遗族、林戏院的遗族，咱为因来祈祷。请咱也为着教会逐部门各团契圣诞节期活动的准备练习，以及咱的福音朋友的邀请来祈祷。请咱也为着乌俄战争所引发一连串的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的代志，咱来祈祷，求主人民保守台湾伫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的布局，拢有主咧立理。咱为这来祈祷，也为着咱的需要三甲祈祷。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伫你的恩赐照顾下面，阮拢平安来到教会。天父上帝，阮所敬听的肢体交托予你，伊受苦欠安，伊需要主你的帮助，愿主你的灵感三甲伫地，互因的灵勇壮，主你的听感同在，互因对主来有快乐。天父上帝啊，你是阮的主，你顾守阮，毋管社会、逐个国家发生啥物的状况，主你拢顾守阮，你美好的旨意要直接发生，愿你的旨意，愿正好的旨意伫阮的中间，互阮拢受你的保守，得到平安。天父上帝，恳求你安慰。
听阮的爸上帝，你的慈爱双手拢毋捌离开阮。伫困难的中间，你爱阮忍耐，因为要有奇妙的事发生；伫失败的中间，你爱阮壮大，因为你是伫沙漠开工课的主。艰苦病痛的时，你时时提醒阮，着倚靠你，因为新约基础要展现。宇宙是你所创造，世界各国你拢要固守。主，你的疼无比，你的恩典拢是教业阮用。阮将带倒的特殊项，每一个肢体拢交予你。求主开路引带，扶持医治，保护看顾。愿我祈祷得到主你好旨意的成全，会当彰显主你的荣耀。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来看周报。我来报告。本主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早起的点节会是对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社青团契代表来点第3支上定宣告喜乐的蜡烛。宣告，互受掠、受压迫的子民会得到救赎的喜乐。第二，12月25号圣诞节活动的安排是安尼，请咱详细来听。12月25日圣诞节迄天上午9点半，咱要举行赞美礼拜，其中也要举行圣礼典。以及团契会长干部就任，请要受洗更新礼的兄弟按牧师来报名。下晡2点半，咱有圣诞的舞会，咧各团契以及社区的学员联合要来举办圣诞的节目，请咱邀请咱的福音亲戚朋友来参加。搁来下暗时。因暗时5点半，咱要举行圣诞的晚宴，甲摸彩。咱晚宴要伫马来亚的餐厅来举行，地址伫周报的顶面，咱来看。咱也欢迎提供新的摸彩品，也是礼金，互教会。若是有要代买，会当讲，吼，咱来代买。咱要报名的，请咱伫1楼来登记。人数满，咱就截止。登记的时阵，大人是300块，还未读国校的每一人是150块。若抱的婴仔，咱就免钱。第三，咱实在是恭喜丹后细兰姊妹，就是爱珍执事的婆婆，伫12月初4顶礼拜中兴病院举行洗礼。拄则牧师讲道的时阵有讲，迄天有。总共有7个人伫遐，其中呢，牧师有讲，詹和细兰是失智，毋过伫咧告别的时阵，伊真清楚，牧师讲问伊的，伊拢真详细回答。你有相信无？有，拢足详细，拢无生失智的。我嘛感觉哦，遮尔奇妙。每一个项目，伊拢真坚定，咱感谢主的引带。伫遮，搁来就是教会有代买圣诞歌，每一盒就是一袋18块，若有需要的，咱嘛到1楼柜台来登记。搁来第6点，咱明年度主日爱餐的银献，到目前为止，搁有27礼拜5礼拜，还无人登记。你若有意愿、有感动的，咱会当到楼骹来登记。每一个单位是3000块。好，若要愿意，咱到楼骹登记，搁会使甲钱交互干事。搁来，咱上比的代志，就是咱的集体1000姐妹，伫11月28号安息，享年81岁。伊要定伫12月26拜一上午10点，
伫宜宾至善厅一厅来举行告别礼拜。煞只要安葬伫金宝山的墓园。林世远兄弟伫12月初6拜二安歇主怀，享年86岁。要定伫1月11日，1月11日每年的1月11日上午10点，伫宜宾至善厅3厅举行告别礼拜。随后要安葬，愿主带领因两方的家属，安慰因的心灵。伫悲伤的中间，又搁要设法因安葬的事，愿主固守带领，互因的心灵得到主大大的安慰，甲保守。咱若要参加因两人的告别，也是火化的时阵，咱会当到楼骹来登记，方便主人家来准备。搁来。团契的消息：12月16日拜五上午9点半，北中常年部要庆祝圣诞感恩礼拜，甲联谊的活动，地点伫艋舺教会，请常年的团契我伫遮来做一个补充，就是咱知影咱社区银发族后厝边已经经营了非常多年了，我们不断的翻土松土。做松土撒种、松土撒种的动作已经做了非常多年。那我们往年的报佳音都是就是扫街，用扫街的那种方式报佳音。那今年呢，宣教部有一些改变，做了一些改变，就是觉得时候好像到了。所以呢，今年的改变呢，就是我们会到那些来参加银发族后厝边的那一些社区的长辈家里去报佳音。但是呢，因为他们都是卫信组的嘛，卫信组，所以他就用登记的方式，因为也要尊重他们的意愿。那我们因为时间各方面的限制，我们就也是有限制登记的户数。那感谢主，登记的还蛮踊跃的，已经额满了，已经额满了。但是呢，我们就是以我们大同区这附近，我们首先今年先这样试办，以大同区附近的这一些来参加教会银发族后厝边的这些家庭呢，他们愿意让我们去报佳音，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代表不只是他们来到我们教会，他们也接纳我们去把这样子的好消息去分享给他们。所以呢，如果就是下个礼拜12月18号下礼拜下午4点，好4点我们在教会门口集合。但是如果你要去参加报佳音的，因为我们的宣道部经会长老要准备一些东西，所以要来参加的，我们就到1楼柜台去登记一下，好去做个登记。觉得这是个非常有意义，也是我们松土了、撒种了。那当然收割是在上帝的主权。那如果上帝让我们欢喜收割，那感谢主，我们就一同撒种跟收割一同快乐。那如果上帝有另外的安排，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纪念在天上，好，纪念在天父上帝那边。好，那我就做以上的报告。方言部分，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顶台会家来订正。以上报告，来吟上言圣诗512首，上言圣诗512首，吟诗煞领受对上帝来祝福，请起立。愿恩救主耶稣基督，下面问天主庇，以悲伤悲救赎多福天南，祈求天意，天南祈求天意，细心管理，感恩感动，也祈祷。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愿主耶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甲帮赞，互恁拢会当伫伫救恩的水泉来抢水，永远拢袂吹干。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避讳。